乡亲也实在想袂到，台湾即摆有袂少的男性会去秀目白。甲前2年比起来，男性秀目白的人数加出4成，当中各以20外岁甲40外岁男性上多。这个世界上没有谁能够一直陪着谁。 讲到目白，无论你是15岁还是55岁，真侪男性拢希望目白像金城武。目白用请的，真侪查某人甘愿开钱请这个目白，成本袂停的肉水糕，才会出想要爱的目白型，才会慢慢啊请25岁想要变成男子汉，40外岁嘛想要变帅哥。 听讲目头若开，再温度来。我自己就觉得可以再浓一点会更好看。连生你的老木都没有发现？对，真的。男生的大概成长了3、4成有，就妈妈会带他来这样，就是希望儿子出去的话，整体不要输给别人吧，就是不要输在眉毛上吧。这个查甫人未变面，要过就想要变一个面。现代查甫人做面袂输查某人。 事业爱拍拼，面嘛袂使无顾。我觉得他看起来很像黑道老大那种感觉。我做他的时候很紧张，然后2个礼拜就做一次啊。很多男生他就是他们来，他就会说我都有用化妆水、精华液、乳液啊，然后每天都会敷脸，然后我还需要加强什么。他来的时候脸已经发亮的那一种。希望玉树临风，不是为2019年开始，是为较早就开始啊。2000年前为进南北调，迄个时阵查甫人讲会抹胭脂喷香水，照镜的时间是有够济。当时在做自室出口城市只要7步，化妆可能都要行几啊步。即马美男再回归，时间拢有轮回，岁月拢公平。